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寿命娘人出主意的我做美人说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人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个的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结结乖乖一个口气就说没好没好一个口气就说跟了写出去是披上一对好夫妻呀上就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句我开头不晓得啥子体不要你那么明白在牛来高支部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年都要烫眼里经过高些这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上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奶奶还对得起高些里边不啪啪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捆绑你去那么名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那非看看这跟作对要紧孩子不作对寸步难行儿子作对时非是我理想随着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作对领导的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东门关一关国度所有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卡堂给刚巧的留意地我听见呱一爸爸的来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呀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了孩子拿过的人在默默上女里一门学生气哎呀不好对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腹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的嘞若哈这个高先娘高兴7入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美来看看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们恩爱个呀听见男人喊嘛眼睛睛带毛的哎呀有个高句话做啥不这是干让是干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哦哎呀开着我现在开我学生气我哎呦分开分开了开的哇开几伙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两开嘛一两分开3个分手那还一两开了一两分开哎呀二个你说你开门不3个上火说你分开嘛学自家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考考你我来等你考脱你高句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我不来看啊老天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二个一面金子哎四人口老的那个金子的但是这个四人口老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你想呀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来了哎但甚至也想的哎呦没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能说什么讲一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头没好玩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写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讲一个4人口不老的啥没的口不老的呀口不老的呀那个有瓜我等你啥个内功多个队来还都不好在哪啦该装的明白啊是呀弄到俺们的香港的头装过好多过我的那样吃空的是呀根本还弄发你是的东也是不是少也是相对发弄个队弄开之吧没好吧你想呀同哪真呀你想呀
的声音大概困着。大人，派了一个口浪的娘哩，等日还看我个文领队，啥人能得心上多？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娘我夸的吃屁的至少马上本得三家的哪个四人空浪的干不地方翁不的三等你们这一切过的你说得出也好个嘞。倘若此日龙出版，国事当当俺们是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紧张我要哭得的流泪，看来我瞎子那让错没的哪个落在的古人里向也深邃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多两个头嘛顶头绑铁头鸡蛋的还胖上头米苏西不能背得上跑路非不理不得那个苦老头嘛扑特我在外头他说呢这回家来头归头我这还披毛大哈这把头但你混灯的啦来吃巨魔的不你说的马玲玲呀哥哥是一配不晓得啥人不晓得手里办公的一个还是分帮的飞机鼓里安帮队来分帮队嘛刚刚中国办公的不过你的班上我个文人口浪的我的班上里个新人好多的嘿老孩子开队嘛接到一说来发觉告诉我哪叫非好这个非好叫我再想想唔少好哪了等下不出版翻译出版还破的啥哪叫还只要一发当我凶水的碰到我们的叮咚门亲上神话我旁听吃几年故事哦说得出给告诉我哈吃故事的很少那唔少我的说来中不过唔少吃的来吃故事吧还笑死的了老孩子呼吸人开心的玩意想自己想唔少东街队嘛嘿嘿告诉我做啥子都这一想都不可不了的大哈妹说个哈妹还叫哎呀你想呢我的那夫妻生平之6年冬年一月朗朗清清两高的嘛送分两个小毛的那倒不要紧在今朝中秋鼻子3高头哦哟那边哈354我350快点当我做你的嘛点对不对出火的弄得个死人空浪的我的呢哈大宝的是说口人都白发香我空心思只喊你的玉在告诉我你花的起诺一扎的不来做啥你等我拿个口浪头忙真来了一方头嘛后一盖嘛是人头等来等到半夜3高头哈么哈么哈么摸到舞台头哪个不是遇那
的还分杀害之的，还是见我去打死人口浪的，你三个无赖了举目大手的。你非要么东郭守了个门里，我的那夫妻两个头，等到不要三缸头，拿个口浪头，忙着我的一刀头，让你等到手机上摸的还得里永世不忘头，得明着我往事往事。抵到你想得那当天了铺米头么狗大说王庙里谁巧手的，再请你吃葡萄吃龙更要么我家若自问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见我和七口寿命娘人出之意的我做美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家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个的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结结乖乖一个口气就说没好没好一个口气就说跟了写出去是披上一对好夫妻呀上就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句我开头不晓得啥子体不要你那么明白在牛来高支部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年都要烫眼里经过高些这一地我听见呱一爸爸的来当时爸爸一飞来呢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了还是哪个的人在默默上女里一门学生气哎呀不好对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腹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先娘高星期落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美来可给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们恩爱的呀听见男人嘿么眼睛睛带好的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若你无论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上再进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你那还对得起高兴哦里比不吧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捆绑你去那么名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那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还是不作对寸步来迎一次作对是非要说我理想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作对明白了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有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卡堂给刚巧的留意啊有个高主啊做啥不好在世界上世界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啊哎呀开的我晓得开我学生气我哎呦分开分开了开的哇开几伙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三个分手哪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呀那个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说你分开嘛学自家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考考你我来等你考脱你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扣扣呀老大地狼我们来看啊6天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那个一面金子是人口浪的那个金子的但是这个是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你想呀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来的哎但甚至也想的哎呦没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能说什么讲一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头
没好哇，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500些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叫一个死人可不老的？啥没的？可不老的呀，可不老的呀！呵，一个队。没好哇，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500些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叫一个死人可不老的？啥没的？可不老的呀，可不老的呀！呵，那个有瓜，我等你耍个内功多个队来，还都不好在。哪啦？该装的明白啊！是呀。弄到俺们的香港个头装过后头过我的那样吃苦的，只要根本还弄发你，是的，东也是，不是西也是，向北方弄个队，弄开之吧。没好啊，你想呀，同南京呀，你想呀。他并不声音大点困难。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哦。哎呀，开的！我晓得开了，学生气哇！哎呦，分开！哦，分开了，开的哇！开几花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三个分手，哪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呀，二哥！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说你分开学自高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看看呀。我来等你考脱你。告诉王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哦，我们来看啊。老七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二哥啊，一面金子，金子啊。哎，是人口老的那些金子的。但是这个死人口老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一张眼吧，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还是问我来个哦。哎，但甚至也是样的。哎呦，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拢说什么讲？一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啥事体啊？犯罪！我家若只闻松下黑眼睛，爷娘不知意将我何时起口说明。娘亲出主意得我做媒人，说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亲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日，来个人都乖乖乖，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一个口气就说咯咯笑出去，说天上一对好夫妻呀，上就说老头特地鸡，蟑螂配着鸡。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半夜里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巴，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日都要淌眼泪。哎，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少，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你哪还对得起高山哦？里边不啪啪，哎，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困吧。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你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孩子不作对，寸步难行；儿子作对时，非要说我理想，随着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听明白的。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有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客堂给刚巧的留意地下，听见呱一爸爸的来，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呢，飞来呀，还是瞧空
浪里滚过来，猛震落哈子牙高的人在。哦哟！默默3年的一门学生去，哎呀，发哈头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腹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啊，来着！的声音好听得来。落哈子个高三娘高星期6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蛮难看的，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蛮恩爱的呀。听见男人喊嘛，眼眼睛睛在外头。啊个有个，高句话，做啥？不在世界上说个，啥人能够心上多？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吃皮的做啥？马上奔到山前头，拿个4人空浪头，干不地方，红不头，三等你门这一切过头。你说得出也好个嘞，倘若此日龙出版，国事担当俺们是。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今朝我要哭得的流泪，看来我哈子那让出眉头。哪个？只有我自个落地的，我在里想也深邃。绑着那个1根头的4根头，你多2家头嘛，顶